咱们再来1个小时啊，这是第68次藏文课。下边是183页，新学一种复句，叫近层复句。与近层连词，它这起的名怎么近层？是不是递进呐？咱们递进复句，我也，反正就这个意思吧。近层复句分句之间在意义上有近层关系啊，这个词儿倒挺形象啊，近一层啊。一般后面的分句在意义上比前一分句更近一层，但也有倒装的。在这个倒装的，那就是前边的比后边近一层了。在结构上用表近层关系的连词关联，这个表近层的连词有，这咱们就熟悉了。读一下啊，马赛给，赛是穷尽完了，这个马赛呢就是没有完，后边还有，就是那用文绉绉的话就是不但而且，就是说还没完，后边还有，没完，不但而且。后边一个啊，今日是什么呢？是这个最基本含义是共同，这是它的字性。共同有什么意思呢？有一般普通的意思。那共同大家都一样啊，那就是一般普通。还有全面的意思，有时候有这个大多数，这些意思，一般普通，全面，这是今日。别是什么呢？它的字性就是你记个字就别，前边不是总吗？前边这个共同啊，还有时候有总共的意思。前边共同里头有总共的意思，都包括，有这个意思。后边是别，前边是总，后边这个是别，就是个别。个别咱们有这个叫一般和什么特殊是吧？你也可以记上特殊，一般跟特殊，特别，反正这个别字是它的核心。再一个就是私有，你比如说私人的、私有的什么这一类的，跟公有、跟公相对的私，前边那个相当于公，后边这相当于私，基本上它就是强调特殊，对，一般跟特殊相对，对吧？前边是一般，后边是特殊，前边是总特点，后边是分别的特点，别这两个特点。这个它的递进关系就是前边一般是怎么样，就是共同的，大家普通的是什么样，特别是这个它的特点呢更突出的，后边这个个别的。再一个很简单，卡儿，就这一个词儿，它就表示这个前边不但后边而且。怎么记这个意思呢？咱们来这是纯粹是变记所致啊，咱们来瞎变记啊。卡是嘴，对吧？口的意思还有这个什么意思呢？有这个画的意思，它就发展出来有画的意思。还一个意思有这个表面的意思，口上画上有表面上，就是不深入。口上啊，对了，口上你比如说一个瓶子口上就是比较能看见比较浅的，肚子里的东西你看不见，所以口上然不是在什么上吗？在口上，那就是比较浅层次，比较一开始一看就看到的，它就表示什么呢？口上是这样，那肚子里头呢？所以呢，不但而且，咱们这么来这个联系，因为你看到这个单词之后，你得联系它什么意思啊？所以就是这样联系它的意思，就是在口上是这样，在肚子里头呢还要深入一步，你这样来这个，咱们这纯粹是咱们的编辑为了记单词啊，但是也说不定能蒙着这个，说不定人家那个造这个词的人呢，就是这个意思。到后边人们就慢慢不但而且就忘了它怎么来的了。好，就这么3个连词，咱们看具体句子啊。
都是递进关系。第一个就是这个马赛跟马赛给，马赛给它加一个给呢，就是强调转折的意思，就是不但这样，后边呢还有它有这个肯定对比啊，都有这个意思。用于这两个用于什么情况下呢？前一分句带巴日爬日的动词之后，后一分句常用将、扬、翁、昂与之呼应，就是不但怎么样，也又在这个扬跟扬都是这个意思，就是进，表示后一分句比前一分句意义上更进一步。咱们来看一个啊，说还进给他带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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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天神加撒成句格，秦给由天给，这是意义了，实际上这是那个名字，就译天授，译的文绉绉一点。这是那个谁，那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这个有一世，这是某一世，不是这一世，这一世他不是佛的一个堂兄弟嘛，他那个前一世里头曾经有一世他就叫天授，因为佛正在讲那个故事，所以就说天授这一生，这是在那个故事里说的。由天授，这是天授是主语啊，天授又加了一个句格啊。他的现在的敌，现在的这就缺这个什么呀？这是个代词，缺那个它的主词。主词实际上就是猜，就是这一生，这一世，猜那个擦枕包猜，擦枕包猜就当寿命生世，讲的。他在猜底就是现在这一世，现在这一生，他省略了，就是因为佛老这么讲故事，所以就一听就是指现在这个就是现在这一世。巴西都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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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是唯一，仅仅，巴西都这就是土野地状语，仅仅的唯一的，它形容一个这个动词。牙了是间接这个宾语，就是对于我，米盖为三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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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善的心，盖哇是善良，不善的心就是恶意，不善的心，盖生。咱们说过，这个生就是一个是从无到有的生出来，一个是从小到大的生长起来。这儿呢就是从无到有的生出来。那个否定的在最后这一句的中间这一句马塞给，就是不但这一世，所以不但仅仅这一世，他后边整个给否定了。对于我生起过不善心，生起过恶意。后边阿拉虐巴日切巴日马塞给，阿拉虐巴日切巴日马塞给，阿拉虐巴日切巴日马塞给，阿拉虐巴日切巴日马塞给。对于我虐巴伤害损害吧，损害伤害差不多，做伤害切巴马塞给，不仅仅是天授，不仅仅是主语谓语，天授不仅仅是，先把这两个翻了，然后不仅仅是干什么呢？说仅仅在这一生，巴西仅仅在这一生对我升起过不善心，升起不善心之后呢，他还做了伤害，这是两个过程。生不善心是起恶意，然后且把这个恶意付诸实施，还做出来了，还造成了伤害，这本身就是一个递进关系，然后整个这一句子呢，才是前一句，就是不但这一生，不但生恶意，还这个
造成实际伤害。然后呢，晕得被提那，晕得被提那样，晕是过去、以前、早先，得是过去的，得吧，过去的。早先过去的时候，在早先过去的时候，在以前的时候，阳又也就是不但这一生做过伤害，他还做过伤害，还在也又，阳是这个意思。他在以前呢，就是在以前的生，这晕得呗，就是过去，就是指的过去生了。在过去生中还怎么样呢？阿拉迪贝 sem get， 阿拉迪贝 sem get， 对于我迪就是那个咱们说很特殊的一个词儿，是坏、漂亮、坏、美，既是坏的意思，又是美的意思。这个地方就是坏了，就是坏的心。前边说是不善心，这直接用恶心，它意的什么恶念啊，升起。他在过去生里头啊，也曾经对我升起恶念。还没完，是阿塞巴尔给我多，阿塞巴尔给我多，杀害我。塞是杀死的过去时，杀死了我。给我多，给我就是发生了，它过去时嘛，就是发生了，形成了是，形成这种情况，就是塞是自主的，后边是不自主的。这个多，咱们说过，这个句中词是多，它本来应该重复后加字的，这儿怎么是多呢？凡是多又不是后加，大又不是后加字，凡是句中词是多的，后加前边那个词儿一定在补藏文里头有后加字塔，他就用那个多。这样的话，整个句子结构就是一个递进关系，就是说天寿不但这一生害过我，而且前生他多次害过我，这是这个递进关系。也比较简单了，就是马赛给是前边的，后边句子里可能出现那个阳，你也可以。哦，对了，这个没画出来，你们画个横线吧。原来那个其他句子都画出来，把那个句子中间最后那个马赛给画一个横线，把第三行的头一个阳画一个横线，这两个配合起来是一个递进的连词。画一下，读一遍啊。海金给他带地。海金给他带地，巴西都牙了，巴西都牙了，米盖外三盖呢，米盖外三盖呢，牙了女把儿切把儿嘛三盖。阿拉女把儿切把儿嘛三个，云代白去那样，云代白去那样，阿拉地白三盖的，阿拉地白三盖的，阿塞巴尔狗多。阿塞巴尔狗多，这个下一句，长塞地了，长塞地了，这个婆罗门，然后拉就是对于这个婆罗门，对他做什么，究竟这个拉什么意义，要看后边动词。对这个婆罗门后边是什么呢？是后边这个唐把那个牙去掉，这是塔达，就是现在。后边这个唐把那个牙去掉，这个后边这个塔把牙去掉，这个词儿是塔达，就是现在。塔达巴西，塔
塔达巴西，塔达巴西，这跟上一句的意思一样，就是现在，就是这一生这一世，巴西仅仅是这一世。后边啊，爱潘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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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带这个句格很重要。如爱带句格就是有我，潘大，潘是利益，大是挂上，挂上，记上，这个加上，挂上利益就是给他利益，有我给利益，给谁利益呢？这就用上那个长塞迪了，给这个婆罗门利益，仅仅是这一生，我给他利益，这是一句的停顿。德瓦尔切巴尔马塞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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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瓦是安乐，即最核心就是安乐，这个安详、安然、快乐啊，安乐、幸福。切巴尔做呀，有使的意思，使让，这就是使他成为安乐状态，让他进到安乐里头，让他安乐，就是我给他我仅仅是这一生给他利益，让他安乐，使他安乐，也可这是一使必到合适，使他安乐就是我想办法使他变成安乐。但是呢，后边马塞给一下把前边否定了，前边是我仅仅是这一生，给这个婆罗门利益使他安乐，后边马塞给我不仅仅是这一生，一下不但是这一下后边把前边否定了，我不只是这一生，然后后边进一步，您得白去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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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这个以前就是这一生以前，这一生以前，过去的这就不止一世了，过去的取时间，这个时间有时候也可以译成生世，过去的世代中，过去的多生中取那，在过去多生中，羊又也在干什么呢？涅巴君来他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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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涅巴是罪恶，轻了就是错误毛病，重了就是罪恶罪过，反正是错的。君所有的一切，所有错所有罪过，来从所有的罪过中他日解脱。就是在过去生中呢，我也使他呢从很多罪过当中啊解脱出来。实际上这个解脱呢，你要这个时候要理解，就是不见得是我们最基本含义是那个这出世间的解脱，有时候你让他那个解脱那个灾难哈，这也叫一种解脱。行和什么呢？得瓦尔切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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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他安乐。前边使他解脱了罪恶，解脱了罪过，也就是苦厄吧、灾难吧，从烦恼里头吧把他救出来，也就使他获得安乐了。就是过去生我就做过，不但是这一生。这个语法你看他这个就画出来了，画横线的马塞给羊，就是跟上边的语法一样。读一遍啊，长塞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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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巴西爱潘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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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瓦尔切瓦尔马塞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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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得白去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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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涅巴君来他日行，涅巴君来他行，涅巴君来他日行，涅巴君来他行，德瓦尔切索，德瓦尔切索，德瓦尔切索。德瓦尔切索。翻过来，
第3句，达尼仁波切浪得，达尼仁波切浪得，达尼仁波切浪得。达尼仁波切浪得。我呢，宝贝浪取的过去时，取宝。我呢，取宝，把没说完后边啊。sem间碰巴了， sem间碰巴了， sem间碰巴了。 sem间碰巴了。有情，穷人，穷有情。哎，穷的有情也就是人，就是穷人。对于穷人，哎，对穷人干什么呢？金巴日马塞给，金巴日马塞给，金巴日马塞给。布施，大土话就是给，文绉绉就是布施。马塞给不但说我呢取宝啊，不但是给穷人，这个不但这个话不完整。你看他这加了个括弧，加个为了，这个为了是哪来的呀？是这总的这一句最后那个七日。属格的七日不是就是目的吗？什么什么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他把这个为了给提前了。也就是说，我到大海取宝，不仅仅是为了布施给穷人。他在这个头一句，他这是整个句子是讲目的的。所以他可以把这个最后这个为了提前，说不仅仅是为了给穷人，还干什么呢？铁蛋金白雪南铁，铁蛋金白雪南铁，铁蛋金白雪南铁，铁蛋金白雪南铁。铁蛋铁是那，蛋那样，那样。日，这就是这个日，直接就是那个土也地，就是状语，像那样地，像那样的，像哪样的呀？就是上边那个，就是把到大海取宝，给他布施给穷人，像这样的金呗，像这样的布施，像到大海里取宝布施给穷人这样的布施的血纳叫福德啊，福德，不要记功德啊。咱们有的人把这个功德跟福德分得很清楚，这就是福德。福德用土话叫什么呢？叫善报。你造善业有善报，这个文绉绉叫福德，大土话就叫善报。有时候呢以资粮，有时候这学那么就是资粮，就是这个资粮有2种了，福德资粮、智慧资粮，这就是指的那个福德资粮，都可以这样译。学那提以此，这个提就是指的前边这个福德资粮，用它做工具，做句格来达到后边的目的。用像这样布施的福德，用这个福德干什么呢？桑盖素主百七肉，桑盖素主百七肉，桑盖素主百七肉，桑盖素主百七肉。桑盖佛陀，素冲着佛陀，主吧修行，主修行成完成。你说成佛也行，修行成佛也行，强调它修行意思也可以，强调它完成意思也可以。成佛的目的其实为了成佛，他这意的还是2个都有，修成佛，2个意思都强调。说我到大海取宝啊，不但是为了布施给穷人，也是为了用这个布施的福德，这个资粮来修行成佛。这有这个更高尚的目的。他的语法是马赛给没有阳了，就是马赛给这就行了。有时候那给也不用，就马赛，就是不但，然后后边就是而且了。好，读一遍啊。塔尼仁波切浪得，塔尼仁波切浪得，塔尼仁波切浪得，塔尼仁波切浪得。sem间碰巴拉金巴日马赛给， sem间碰巴拉金巴日马赛给， sem间碰巴拉
진발 마세게 셈제 펌발라 진발 마세게 대달 진배 쇠남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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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상계수 주배 치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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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后这个马赛给的最后一句啊，嘎心主北，嘎心主北嘎心主北，嘎心主北嘎是话的敬语，也就是上师的话呀、佛的话呀。心最基本含义是如像，就是像什么一样，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按照，像什么就是按照什么，按照这个，他这下边译的是遵命修持，那可能是遵上师之命了。这个按照上师说的话，逐吧就是修行。哎，他这个用的是过去时，前加爬后加撒，过去时。最后又加一个撒，整个这个句子加个撒，就是说由于我按照上师的话修行了，哎，完成了修行，后边呢是结果，让给科尔度穷为三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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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块儿周围，自己的周围，穷哇，又是出现、显现、露出来，有了，来到也有这个，就是出现，就是原来没有，现在来了，哎，有这个穷是往自己方向嘛，来了，来到自己周围的，哎，出现在自己周围的有情。也就是这是米拉日巴的话了，就是出现在他周围，也就是来到他身边，来到他身边的友情。然后啊，给彩底，给彩底，不要那个阿 K 故意嘎，就是部分，一部分，一些，有些，哎，一部分，一部分的。这个嘎应该是跟前边连着的，它是形容词形容这个三间的，来到我周围的这些人，哎，一部分人，这些人，猜底就是这一生，这一生的这些人的这一生的后边，得给咱们读马赛，得给咱们读马赛。得是安乐，给是幸福，合起来还是安乐幸福，还是幸福，这个词就译幸福。藏度就是仅仅是，哎，如果先不看后边的马赛，先翻前边，就是什么呢？说由于我遵命修行，所以有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来到我周围的这些，这个嘎可以译这些有情，这一生幸福，仅仅是这一生幸福。动词还没出现，动词它后边这个就是说，实际上是他给，就是由于他遵命修行，他仅仅是给来到他身边的这一些有情这一生幸福，还使他们幸福。但是后边来了一个马赛，就是不但使来到他身边的有情这一生获得幸福，后边啊，让先三间均给，让先三间均给，让是自己，贤是别人，让先就是自己和别人，自他，哎，三间自他有情，自己和别人这些均所有的人，哎，自他一切有情，自他一切有情，给是这个属格，我想一下啊，给，先看后边啊。南下单给得给曰，
南下单给得给曰。南是何时，基本含义是何时。何时啊，它就发展出一个意思来，就是随时，就是何时它是不定的，不定的何时啊，它有时候用实际上就成了随时，就是不分什么时候，就是也叫什么日常平日，哎，它就发展出一个日常平时平日，哎，平时发展出这么一个意思来。暇还是那个一天了，一昼夜了。那么暇就是一个词，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分何时，无论何时，哎，何时天啊，就成了随时天，就是平时都是不论何时。单是永远，这两个其实是重复的意思，就是不论何时也是永远，单也是永远，哎，永远的幸福，有永远的幸福。最后这个动词是有，就是我由于我的修行呢，我能够使一些有情有什么呢？有幸福，哎，不但使来到我身边的有情这一生能够有幸福，而且能够使自他一切有情，哎，都有永远的幸福。这个意永远不太好了，它叫长远的安乐，就是比较，你意思就是你利益，你比如讲佛法吧，可以利益你多少生，哎，这就叫长远安乐。用的你看这次就用了个马赛，没有给，哎，而且后边也没有阳配合，但是意思就是不但而且，让先sem间均给，实际上是属格是吧？均给得给，就是自他一切有情的永远的幸福有，哎，有永远的幸福，属格。哦，对了，均给之间加个点儿，这打音漏了一个点儿。最后那个第三行，哎，一开头均给之间加个点儿。好，读一遍啊。嘎心主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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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给科尔度穷为三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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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菜地得给咱们都马赛。该菜地得给咱们该菜地得给咱们都马赛。该菜地得给咱们都马赛。让先三间均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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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下单给得给月，南下单给得给月，南下单给得给月。南下单给得给月。啊，后边一种现象就是那个叫基日괴，基日괴有时候后边加一个苏，这个就是状语性质的，意思就是一般是这样，特别还怎么样？哎，进一层，就是说，大概是这样，但是那个特殊的呢，还有更厉害的近层关系。它这两个词前后呼应，分别用于前一分句中间或前面，就是说那个基日啊，或者在前边那句，或者用在前边，或者用在中间。后一分句的前面，就是괴就用在后一分句的前面，哎，表近层关系，就是一般是什么样，特别是怎么样。咱们来看例句啊，爱他基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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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主语，他现在基日，我现在一般来说，年给扩大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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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是亲戚，亲近的人，亲戚，亲朋好友，哎，根本意思就是亲戚。年，我现在一般来说呀，
亲戚的后边扩他阙。扩他整个扩他阙啊是失望，你先记上失望，咱们再来拆词儿。这个扩他就是咱们又说了啊，就是咱们为了记单词，咱们来硬分啊。人家藏族人，人家就是一学啊，扩他阙就是失望，绝望。这个咱们为记单词，咱们来就是应用词来解词啊，叫说文解字。扩是他，它一个意思是距离，距离。如果加个八，它八是绳子，却是断。它距离断，我跟他的距离断了，我跟他的绳子断了，绝望、失望，我对他们不指望了，我跟他断了。我跟他的距离断了，就是距离到此为止了，咱们这俩走到这儿了，后边没关系了。你看下边意思叫绝情，字典上就是失望，就是对你不指望了，对你是不感兴趣了，对你不考虑了。扩他阙，我现在一般来说呀，对亲戚们呐，已经这个，所以你这不能一失望，因为他是什么呢？是这个他修行人就是要把世间的这些什么亲亲爱爱啊，要放下这些，所以他实际上是这意思。绝情这个译的好不好再说啊，他意思实际上就是说，对于这种亲情什么呀，我已经都放下了。然后后边呢，绝俗他这没带俗，绝就是特别，尤其是我把亲情都放下了，尤其放的厉害，尤其是放的坚决的啊，绝尤其是特别是什么呢？阿库唐阿内啊，咱们整个念下来吧。绝阿库唐阿内扩他阙，绝阿库唐阿内扩他阙，特别是阿库叔叔，阿内姑姑，叔父和姑母的，他这个也是要求属格，实际上他这个意义就是什么呀？就是对谁失望，对谁就是断绝关系了，不指望了。他要求的是属格，所以呢，就是尤其是对叔叔和姑母呢，没有感情了啊，绝情就绝情吧。绝情好像这个词儿不太好似的，就是没有什么感情了。对亲戚一般我现在都放下了，对你们俩呢就更不用说了。大概这个意思吧。为了理解这个句子啊，就是近层关系，前边句子中间有一个基日，后边句子开头有个绝，就是一般来说我已经是这样了，尤其对你们俩呢，特别是对你们俩呢，那更不用说了。近层关系。好，读一遍啊。爱他几日年给扩他阙，爱他几日年给扩他阙，爱他几日年给扩他阙，绝阿库唐阿内扩他阙，绝阿库唐阿内扩他阙。再来一句，大美玛尼，大美玛尼，大美无我啊，这是佛教的核心意了，无自己，无自性也可以啊，自己就是自性嘛，无我。玛大美玛，这是上师的这个这是米拉日巴的师母啊，这是上师说的，说这个大美玛呢，就是大美玛呢，今日毗梅都送瓦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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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呢，毗梅妇女女人，这个毗的这个基本含义呢是分离，这个分离。它字典上堕落，这咱们经常一看这个词儿就跟道德联系了。
它是掉下来，分离掉下来，哎，这个外出，这么3个词儿。它实际上它那些含义里头有这个，就是它如果做动词的时候啊，有那个驱逐、赶走，有这个意思；它做名词的时候有荒凉、荒芜这个意思。所以痞妹，为什么痞妹就是女人？咱们这也是为了记单词来乱猜了啊。不分离，没有分离，不外出。就是不离，哎，为了记单词啊，痞妹没有分离啊，不分离就是妇女、女人，就是很简单，就是女人。送娃本来是走的过去时，走成了女人，变这个如果要是一般的句子里头啊，经常是走成了就是变成了，演化成了，走成了就是变成了。它还有，这是强调过程。它还有强调结果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什么是什么，最简单就是一个是什么，哎，作为是什么，在这儿呢就是强调的是，上师说这个达美玛呢，说一般意义上讲啊，她是个女人，就是说因为女人嘛，她就不像男人，她女人心就柔软，就这个柔和哈，不像男人心硬，哎，她是强调这个，说一般意义上来说呢。她是个女人嘛，哎，一般来说她是个女人。唐没完，后边啊，觉素就是进一层，特别是啊，觉素宁介切热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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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特别是呢，宁介是慈悲。哎，慈悲，或者你译慈心啊，反正就慈悲心。当然，它没有慈悲心，还可以加心字，这就是慈悲。切大，他慈悲大，热特别大。哎，就是说这个达美玛这个人呐，本来他一般来说，他作为一个妇女啊，他这个心就比较软，特别是他呢，还慈悲心特别大。后边呢，既是一个不定子代词，就是后边读是存在动词，哎，存在是。特别是呢，它还是一个什么呢？是那么一个既就是不定子了，是那么一个慈悲心特别大的人，这是省略了话了，哎，是既是那么一个慈悲心特别大的人，就是说他呢。一般来说是个妇女，所以她心软。尤其是她呢，又是一个慈悲心特别大的人。然后加撒就是原因。由于这个原因，后边呢，马撇吧等，你也可以读马撇吧，就是正常的读马撇吧。但是后边这个词如果是动词，如果是那个高调的话，你可以带着它就。读高调比较省劲儿，就不用那么大的起伏，马撇吧都可以哈。撇吧，第一个意思是敢于敢不敢；第二个意思是忍心不忍心，舍得不舍得，感忍舍得。哎，你在句子里头看这个，就是用哪个合适，自己来这个体会。这儿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达美玛他老护着那个米拉日巴，上师对米拉日巴很严厉，他这个达美玛就老给他这个偷偷的给他帮助他，给他好处，然后结果由于他的帮助，实际上对他的修行啊不利。这个那个他不是把他给弄到那个他师傅另外一个那个大徒弟那儿是吧？学了一些口诀。影响了他影响了上师的计划。这按说这是一种不好的行为，但是上师呢给他开脱。上师说什么呢？说达美玛呀，她本来嘛就是个妇女，这就是这个一般。他这译了啊，就是译的本来。说本来嘛她就是个女人啊，心就软。特别是呢，她的慈悲心又重，所以呢，她不忍心让你吃这么大的苦。
哎，也是可以理解的，哎，这是给这个大梅妈开脱，饶了他了，哎，马撇吧就是不忍心，舍不得让你吃这么大的苦，哎，点的最基本含义是真理、真实，然后正确，哎，对，正确，基本上是两个意思。这就是说什么呢？说大梅妈呢，她不忍心你吃这么大苦啊，啊，也好吧，也对吧？也主要就是肯定了，就是也是对的，这下边这也是对的。递进关系很明显，就是说怎么给她开脱呢？说你看她本来就是个女人，她慈悲心呢又特别重，所以呢算了吧，就算得好吧。读一遍啊，大梅妈尼，大梅妈尼，今日py梅度松瓦堂，今日py梅度松瓦堂，괴수 닝제 체럽지 두배 괴수 닝제 체럽지 두배 마표바 땡 마표바 땡 时间还有吗？50啊，好，再来一句啊。卡儿就是刚才咱们说在口上，在表面上，不但而且的意思啊。用在前一分句末带呗为的动词之后，表近成关系，是属格，用属格来这个要求属格。形式上要求属格，看一个句子啊。汤包独忒当瓦卡儿。汤包独忒当外卡儿。汤包独忒当外卡儿。汤包是第一，开始开头首先有从前的意思，有从前原来，哎，这个就是开头吧，这个意思。独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一个坏一个美，哎，这个坏现在呢有了一个这个，在这儿实际上强调是什么坏呢？苦，独哀不是就是苦痛苦吗？哎，这个这儿那个坏啊，强调那个苦的成分。你看它一直叫吃苦，哎，忒是代词，那个苦，当派遣打发给苦吃。给忒就是那些苦，那代表了那个就是他吃的那些苦，你们打发苦给我，哎，为卡日不但，这个属格就是不但，说原来你们不但原来啊早先呐你给我苦吃，哎，就这么一下边确且丁法且做法就是修法，哎，就是修法，修道。丁这个最基本含义就是底儿，就是那个什么东西的底儿，基础底儿，哎，这个什么东西的底儿就有末尾的意思，末尾后边，后来后者。这个地方呢，就是指他修道的末尾，就是修道的后边，哎，修道的后半期吧，后边干什么呢？龙摩拉永取讲，龙是乞讨要饭，哎，给龙善乞就是比丘。龙猫就是名词化，猫就是加一个名词词尾，就是乞讨。拉在乞讨中，或者是在乞讨的时候，或者是在咱们看后边啊，永来乞讨目的，这个拉就成目的了。来乞讨的时候，哎，来乞讨后边取就是时候。
在我修到后边，就是晚了一些时候呢，来乞讨的时候，这是近层加的那个近层关系。不但原来你给我苦吃，原来就是指没修到的时候，欺负他们一家子，让他们家子给他干活。到我修到后呢，你这个来你这儿乞讨的时候，你们又做了下边的事儿，又做了什么事儿呢？独体当位，苦那些苦又给了我好多苦，又给了我那些苦，就是给的那些苦，又给了我那些苦。我修道之后来要饭的时候，你们又给我苦吃。由于后边加一个撒，变成原因从句。由于这个原因，后边什么结果呢？阿库汤阿奈库他缺多。叔叔和姑姑的这个的不是形容词的的，是扩他却要求的，就是对于这个叔姑姑，译的什么呀？没有感情了，还译得很好。就是你们反复这样一点仁义不讲，对你们一点感情没有了。好，咱们整个读一遍181。第这个12句中间，对啊，铁嘎开了，菩提云丹吉落度通，开让马妹，爱撒尔对了，行给所南去，却信度雷巴尔云了，伊拉松西堂，却拉登巴尔桥，长塞麦吧，打给南家绝技堂，他兰切下云呐，气味给我写雪，心底果就多巴尔迭呐，去囊度学吉他，萨瓦尼图尔度努不给，果尼7日穷为人所，提采纳，给别君莫奈给得巴来，门被接钱呢，拿瓦迪了，假却领给摘琴呐，错写借切所，提大他们借着的，南都修呢，7日余度同嘛来，帕尔纳康巴桑包，西瓦西约的，提大来阿日同瓦塔，康巴提纳，地形缺多，提采纳，恰大吉假缺领呢，这啥瓦来，这给你妈开的，普尔瓦来，给别破张给太嘎亲来，这给你妈他吉学的，破张给太嘎红哦，还经给他的地，
巴西都牙啦，巴西都牙啦，米盖为sem盖呢，你为什么呢？牙啦虐巴日切巴日马塞给，牙啦捏巴切巴人马塞的，云代白去那样，你带个去哪样？牙啦地白 sem 盖的，牙啦地白什么的？牙塞巴儿给了多，啊，塞巴就多，长塞地啦，上山了，他打巴西，他打巴西，爱潘大的，也看大的，代娃儿切巴儿马塞给，台湾切巴人马塞的，云代白去那样，云带个去哪样？捏巴滚来他儿，你把滚来他行代娃儿切索。行台湾切手，翻过来，他尼人保切浪的，他的人保切浪的，sem间碰巴拉金巴尔马塞给，身间碰巴了金巴人马塞的，特达尔金白雪南特，黑点儿金白色南的，桑盖苏猪白七肉，三个属猪白切肉，嘎新猪白，嘎新猪白，让给科尔多穷为sem间，让给科尔多穷为身间，该采地，这地，带给咱都马塞，得给咱都马塞，让先sem间滚给，让身间滚给，南下单给带给月。那下来给得给月，爱他今儿哎把今年给扩他缺，年给扩大去，月苦汤奶扩他缺，月口上个年扩大去，大美嘛你大妹嘛你。今儿去美都松麻汤，今日品美都松麻糖，月素凝结且热不及，结束迎接切热气，杜白马撇把蛋，湖北马开把店，汤包都提当外卡儿，汤包都得当外摊儿，却且丁确切听，龙毛啦用曲干，用毛啦用去干，都提当外，都得当外，苦汤奶扩他缺多。